我自己是从当兵退伍之后就回去部落，但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部落里没有年轻人。对，当一些阿公阿嬷、姨妈法弟们家里需要年轻人去帮忙盖房子、修水管之类的等等杂物的工作，他竟然找不到年轻人去帮他们做。当时我就被拜托着一户一户的去帮他们去处理这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当马要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我非常认同，因为在我回部落这几年当中，几乎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人有机会回到自己的部落，去接受自己部落里面的母体文化、语言、教育、传承，包括阶级。都只能透过丰年祭。我曾经在一次座谈上遇见一位小朋友，他是一位布农族小朋友。电影放完了，他问了我一句话：“请问导演，原住民不是都住在山上吗？你为什么拍一个海边的故事？”我当时非常错愕，看看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小朋友教成了什么样子。他自己身为一个原住民，但是他却那么的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国家都把我们的族人教育成跟大家一样的人。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小岛，我希望如果能够多一个像今天这样子的平台，能够让年轻族人能够有一个机会回去自己的部落，或者是其他的部落去学习、去交流彼此的文化。我相信在未来的有一天，然后会更好。我们族人更有机会大声地说出我们是原住民，要做自己的族人。谢谢。